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本人，欢迎你收看今日新历4月初7公视台台下晡新闻。来关心有医师咧分析讲，清明休困到单，为着武汉肺炎的患者敢会雄加出来，4月初10前后是上关键的时阵。美国干那纽约达到13万外民众治病，英国首相今日正头加动，已经送入去加护病房。有消息讲，时辰的软体 Room 会把客户的资料送回去中国，但嘛有不少企业和政府机关拢下令禁止使用了。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国内阁新增加3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3个拢是20几岁少年家，嘛招是按国外带病入境的。咱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新增3例的确诊。好，那都是境外移入。好，那其中这3位是1男2女，那年龄均为2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27日到3月30日，发病日介于3月30日到4月4号。那出国都是就学跟探亲。那发现的管道是居家检疫，好2例，居家隔离1例。那最后这一位哈，是我们这几天大家一直都关心的哈，就是一同返国哈。那都是同班机的，好，那同班机到现在这一班机有10人确诊。那总共我们到今天为止，总共有376人确诊，那61人解隔离。指挥中心嘛表示讲，假期结束，昨通报检验武汉肺炎的病毒的人数增加要1000站。打到医师伫咧烦恼讲，清明休困去到风景区佚佗的人有影袂少，真侪嘛拢无照约束，上无人甲人都爱保持1公尺远，甚至有的连喙烟都无挂。照看到4月初10前后，拍算就是输赢的时阵。若是迄当阵为着病的患者雄搁加出来，疫情变化惊就较歹收煞。清明连假民众拢出去耍，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推估，敢若是国内11个景点游客就到150万人次，好真侪第一线临床医生真惊，因为伫连假了看诊的民众比普通时增加2-3成，大部分拢是呼吸道镜头，也有落塞为主。医生担心武汉肺炎潜伏期是5到7天，连假是不是真做防疫的浪棒？4月初10是关键期，差不多在4月10号左右上下的左右呢。那一段时间，如果我们本土病例有增加的话，那表示完蛋了。我们大概因为这个是群聚感染呢，造成我们防疫的破口。医生讲，政府伫咧连假进前鼓励民众出去耍是错误的做法，而且对部分的热门景点也无实施连锁管制，或者是做分流，甚至也有一寡民众无挂喙烟四过去耍，增加无症状或者是轻症患者传播的风险。那么政府提出自主健康管理措施，这个来当防堵减灾，事后补救。以后的连假会怎么做呢？大概会决定于这一次到底有没有出问题啦。如果这一次真的这一波没有好好的疏散，然后大家就去度假点聚集，真的产生很多个案感染的话，那以后就会趋严。医生提醒民众，若要出去耍，一定要记得挂喙烟，降低喙烂甲接触传染的机会。也建议政府要求夜市啊、甲传统市场的档啊小食业者，爱强制挂喙烟，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昨甲今仔日这2天，高雄市大细间病院的急诊室来看急性感冒症头的民众，比较进前是有较加挂。但即摆医生咧问患者，唔来了解讲14天来敢有走出国。佮另外加问一句，敢捌去过疫情指挥中心所提起迄11个人来客去的风景地区？加在目前来就诊的患者是也无人验出武汉肺炎。连续假期过后，急诊室外口要等候看病民众比以往更较侪。病院这边除了量体温以外，即马该加问讲有去过迄11个风景景视区。以前是针对国外的一个区域，那现在是针对国内旅游，依照国家既定的旅游警示区域去做一个调查。连续假期的尾声到礼拜一，高医、小康病院，佮有其他地区的病院，
慢慢拢有出现去过11个警示风景区的民众，因为身体出现状况，赶紧来看病。病人一下子有时候一口气会来好几位这样子，所以在我们人力方面有点吃紧。那大概都是因为去完风景区，觉得身体不舒服，过来这边要做检查的。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还是以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烧、咳嗽、喉咙痛为主。当然也有一个是以拉肚子。来一个表现。伫高医外口排队准备要看病的民众，就比以往搁较济，排甲热长。虽然是连续假期以后拢会出现的景象，毋过当地防疫期间，无管是急诊室还是门诊的医护人员，拢有感受到看病的人的增加，感觉有淡薄仔挡袂牢。嘛希望民众会当老实讲，唔通隐瞒连续假期去过什么所在。记者陈义莹、明交馆高雄报道。因为清明风景地区有影矮沉沉，早起行政院苏清昌院长就讲，5一劳动节目前是会照休，不过若病情愈拖愈严重者，就会搁重新考虑。嘛有立委咧讲，敢要直接发现金予民众较贵气。苏院长是讲，惊的人颠倒甲钱寄掉咧，唔敢开。另外嘛有人咧议论，政府敢会因为喙炎要烧送别国，都唔敢分出来予国民。苏院长讲，每一块喙炎拢真保守，绝对袂滥散用。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拖，不过真侪民众不管疫情威胁，清明连续假期到各地旅游景点，即马可能变做防疫空棚。算来5月7日连续假期是毋是考虑取消？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无情买，不过民众若是无好好控制，会看进行调整。如果民众真的都不能做到自律，以至于疫情更严重，那当然我们会视情况灵活随时运作。清明连续假期期间，疫情指挥中心对11个旅游景点发出国家级的警报，但市长黄伟哲不满台南3个所在向列做警示，认为中央乱开枪。苏贞昌解释会用更加严格态度面对，相关做法会当更加进步。若政府纾困要发振兴券，不是直接发现金，若知影动这支，连民进党立委嘛有人认为不好。如果只有发现金，固然有人会消费。但也许有人就把它存起来，能够用最有效的方法，不但钱花下去，而且能够诱引消费。对于很多已经没有现金，甚至已经生活可能快过不下去的民众来讲，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总统蔡英文宣布关1000万的税案服务需要国家，网友嘛讲税案是名济，未来会当加入关税案的选项。不过嘛用这支为了完成税案外交，政府暗抗税案。苏贞昌澄清，台湾的防疫政策得到国际肯定，严格使用每一个税案，绝对袂乱用。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们，自己吃剩的才要给人家，跟省吃俭用，帮忙邻居、帮忙有困难的人，才是高贵的情操。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美国这边诊断确实的患者已经有36万外人，治病过身也超过1万个。其中，仅纽约都13万外的民众治病，死亡将近5000人。纽约州长宣布讲，限制民众踮伫咧厝内命令，搁加1个月。若人甲人伤过活者，罚金搁再加定倍。英国首相因为武汉肺炎发烧入院，今日情形煞无通改善，已经送入去加护病房。英国首相强生病情恶化，人已经转到加护病房。I can tell you the PM had a comfortable night in hospital, and he's in good spirits. He's still in hospital under observation. He's being given regular updates on developments, and he continues to lead the government. 虽然外交大臣拉布强调强生意识清楚，嘛表示强生要求拉布必要的时代理的职务，莫让政府的防疫计划停落来。按照英国各大媒体，让报道首相的病况变歹，英镑嘛搬。英国疫情无变好的趋势，目前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万5300多人死亡。英国政府讲，4月7开始感染人数一直增加，无得确定疫情是毋是到高峰。不过政府会互单的人稳定下降。若伫德国感染人数已经破10万，不过死亡人数较无2000，疫情相对稳定。不过德国政府伫禁止非欧盟旅客入境了后，阁有新的限制。德国7日开始，所有入境的人让强制隔离14天。总理梅克7日嘛讲，新冠病毒是欧盟成立以来拄到的上大危机。德国已经准备好要帮助其他的欧盟国家。
那意大利一天增加3600例，是20天以来上少的，累计13万2000多例。过一天的死亡人数增加636人，比前一天加100多人，总死亡人数16000多人，是全球上多。西班牙一天增加4000多例，嘛比前一天多，累计13万5000多例，13000多人死亡。不过政府认为疫情开始变好，增加幅度为3月16日的22%，降到3%。官员强调，防疫还是袂当放轻松。不过已经讨论检查包括居家人在内的防疫手段。从严重美国纽州就超过13万人感染，4700多人死亡。不过州长古莫指出，纽约的感染率降低，大医甲重症患者嘛减少，显示社交距离有效，要延长居家令1个月。We have to continue the social distancing. Schools and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will stay closed until April 29th. 古莫佮提关罚款，违反社交距离罚金对500美金提关到1000美金，就是差不多3万块的新台票。伊强调，纽州可能伫个瓦郡疫情高峰，过就算已经到疫情高峰，对医疗体系也是真大压力。不过，纽约疫情呈稳定现象，互投资人有信心。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车流起，道琼指数起1627点，收跌22679点，创下3月13以来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看日本东京都武汉肺炎的患者已经超过1000个，这中间阁有真侪连探病的源头都无得去查。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讲，国内包含东京、大阪、新内川各共7县市，会赶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东京都的知事就是市长是表示讲，东京的做法和纽约、伦敦、巴黎无相共，望要尽量减少市民小聚集，不过袂束别人袂当出门。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日表示，上紧初四发表緊急事態宣言。政府として緊急事態宣言の準備をすべしとの意見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対象地域は7都府県、東京都、神奈川県、埼玉県、千葉県、大阪府と兵庫県、そして福岡県です。这是日本中央政府头一日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为期1个月到5月4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日召开记者会，对感谢民众的配合，嘛强調東京的措施，甲海外一寡城市方向無共款。今回の措置を実効性あるものにするためにも、国とも必要な連携を取っ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してニューヨーク、ロンドン、パリなど今メディアに報道されておりますように、海外の諸都市では都市封鎖、いわゆるロックダウンということが行われてい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が。伊强调，政府要限制民众出外买生活必需品，嘛要限制民众去病院。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会继续营业，请民众莫囤物件。另外，大众交通工具嘛袂停驶，民众免赶要离开东京。车路顶差不多拢无车。印度对3月25开始实施21天的全国封锁，13亿人袂当出外，有一寡庄仔头阁有路障，防止民众出入。印度总理莫迪昨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伊甲内阁部长甲所有国会议员对4月初开始的未来1年减薪3成。स्वयं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मंत्रिमंडल के सारे मंत्री और सभी सांसद, इन सब ने अपने वेतन का ही 30% एक साल न लेने का फैसला एक सामाजिक उत्तरदायित्व जो है देश के प्रति हमारा जो कर्तव्य है उसकी भावना को 到初一透早为止，印度累计确诊4778例，有136个人死亡。全国封锁21天到期了后，是不是继续封锁？有会部长会后无讲答案，甲讲政府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宣布。这个空间无大房间，带久了10个外劳，新加坡传出外劳确诊，新加坡甲3间外劳宿舍来做隔离区，拢总换2万个外劳，要执行14天的隔离命令。按澳洲记者南极人显存，莫提莫号镇定有超过200个乘客，传出有超过80人感染武汉肺炎。目前游轮伫乌拉圭外海，乌拉圭卫生部表示，6个有生命危险的乘客已经落船，伫乌拉圭首都蒙地维欧接受治疗。不过其他乘客甲船员佮掉伫船顶。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香港3月底是有宣布酒吧、餐厅拢都要暂时关起来，佮有禁止超过4个人集做伙的命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嘛讲，这条约束的彻底实施，警方毋但会苛刻，但是已经有要罚金咯，望民众都要家己警觉。另外，近来林郑月娥的月级若像有假挂，伊本人也解释讲，目前是拢无半个官员主动申请要加薪水。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扩大，香港政府伫前日暗宣布，延长为香港民众坐飞机入境的限制。那3月下进行的限聚令、甲关酒吧等等措施，实施到达1礼拜外，警方发出第一批罚款通知。如果發覺勸喻係無效，要起到佢原先規例嘅作用咧，就要進行嚴格嘅執法。咁所以往後嘅日子咧，我哋都會進入去比較嚴格嘅執法。呢個並不是我哋做快做慢嘅問題，而係要睇住疫情嘅發展啦，同埋香港市民嗰個接受嘅程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指出，立法初期以抗毒為主，抗毒無效就嚴格執管。那目前的管制措施都要到期，是毋是延長，或者是有更加嚴格管制措施？伊表示會趕緊公布安排，找出較實在方法。那面對疫情嚴重，各單位攏在減薪，結果家己向加薪水所引發爭議，伊嘛做出駁回。並不是今日喺立法會去審議緊呢個2020-21年嘅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有任何官員或者議員咧係喺呢個過程提出一個加人工嘅申請，我哋都係主動咁捐咗1個月嘅薪酬俾公益金，其後佢哋咧就將佢分配咗俾一啲冇受政府資助嘅幾十個機構啦。林鄭月娥無正面回應是毋是主動減薪，毋過嘛指出政府會好好思考，甲民眾做伙渡過難關，應該採取行動。目前重點是放佇政府籌備中的第2輪抗疫基金，會甲企業、商會等代表進行討論。重點是咧保障員工的就業。記者綜合報道。來講世界各國嘅海關，但是攏已經加強管制。頂禮拜就有一個對台灣去到南韓的小車人啊，因為唔願配合隔開檢疫14天，去予對方遣送回來。這也是南韓近來頭一陣對外國人請假時的情形。外交部當嘛講，民眾出國一定都要注意咱在地現有的規定。外交部也講，咱國有要閣燒送喙煙予東南亞迄邊的國家，按算數量有100多萬個。台灣話藝術水閣好，國情解說2句話，予你做參考。解說，解文說義。實在講，世界各國風俗無共，有當時啊，你靠人外國，本地就是愛入港隨灣，入鄉隨俗。有時陣是連比一個手勢無共，都會起冤家呢。所以台灣俗語一句話，就咧講：上山看山勢，入門看人意，這確實有影。無論講咱安怎樣親啦，永早咱的時代敢無甲咱教。雖然住隔壁，大家喙見目見。隔壁親家對哦，親家鬥親家門風感情佫較好，禮數原來原在，所以毋則講去到人外國，愛照人外國的規矩。上山的看山勢，你若無看山勢，你袂曉落山呢。有當陣啊，淡山來行一個胖見的都會呢。當然，俗語話2句咧做比拼，頂句甲下句排做伙，這要緊，攏講其中一句爾啦。上山看山勢，這是一個比較。要緊是尾後這句，講入門看人意。當然，這毋是叫咱講吼，講話就愛轉彎世角，毋是哦。入門看人意是愛看講現時這個場面安怎樣變化。人國家都有這款的規定，都有這款的約束，叫你講什麼物件袂使做，你毋照起工行，你調工要去犯人的意，你調工要去惹人的代志，這都毋好。隔壁親家雖然講親家安怎樣熟悉。入港嘛是着愛隨緣，人有人的規矩啦。你講看有影無？話講來到這，國政原來閣想到另外一句俗語，因為講入門看人意，連接講俗語原來有另外一句咧共教講吼，照人意，照相的意呢，咱也是去引人的舌頭，毋是講親家鬥，毋是講大家平等咧往來，你是去接人的事咧，人委託你辦工課，這句俗語原來足趣味。講啥或者好功夫，正俗語話咧講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對啊。人主人家就甲你講這吼做目吼茶愛安怎樣定，包含講藥經愛安怎樣做足，做土水的水愛安怎樣攝，你毋照人做啦，你吼調工要甲人爭，
要甲人压硬高，你讲吼，你唔通安尼想，唔通安尼想。那我做20几年啊，我内行的，这个经吼水吼，都爱排3空吼，水才会好摄，唔通甲人争啦。因为主人家安怎样讲，咱来讲冒舌头，咱是讲互参考尔。入门看人意，下主人意做出来就是好功夫。主人若学了，咱将条件讲互知，唔通讲吼，你家己知，你唔讲互判断，安尼原来唔好哦。但是你将各项你捌经过、经验过的办法，拢讲出来、分析出来，互主人来了解的时阵，主人若要经第一步，伊唔采取第2种方案，咱就要顺人的意，因为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这句俗语话，原来南北二路拢总通用，过去如今嘛拢总通用。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但是咱记伫咧心肝内来做参考。过来，咱来讲垦丁，因为政府发出警告，提醒民众要去就要斟酌。但在遐的旅馆民宿业者嘛出面讲，过来本地人有住门的房间，拢互退甲要了啊。连5月劳动节的假期，恐惊生理嘛真拖。但屏东县政府是表示讲，有打算要甲垦丁当作大型室内场所打扮，强制民众去遐就要挂喙罨。不过详细的记忆，嘛望中央政府就要斗协助。垦丁很安全，防疫过动。恒春半岛的饭店民宿业者代表以及相关的协会共同召开记者会，强调垦丁并不是疫区，但是清明连假垦丁大街啊人伤济，互中央发防疫警示以后，所来原本就无好的大房率已经出现大量的退房。因为有的原本他们是包栋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整个都取消了。所以5·1本来是客满的，然后后来现在变成0了。那我们本来订房就有的本来订房就不好了，本来只有2间，现在2间也退了。民宿协会表示，警示的价工退房率已经达到8成，但恒春半岛旅宿业者多数认为，自正月以来一直有做好相关的防疫，垦丁依然是安全的国内旅游地点。唯一问题是无办法强制管理垦丁大街的人数，希望中央有明确的管制做法。还是这段时间都不要出来了也没有关系，但是要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业者可以做因应。人流这个部分，如果说能适当的管控人数进场，然后或者是说在宣导没有办法适当的有一个社交距离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方式，就一定要勿戴，必须一定要戴着口罩？屏东县政府表示，愿意将垦丁大街当作是大型室内场所，管制进出总量，也是强制游客挂喙罨，但总人数爱偌济才符合防疫条件，需要中央来规范。记者王家川、郭建准屏东报道。因为嘉义市文化路者也是疫情指挥中心提醒民众，若要去就唔通含滥伤过晚的闹热所在。但市内出名沙锅鱼头的餐厅，就主动停困5天，内外消毒。佫有真侪人去咧高管的鸡卵羹店，嘛安排骹手出来指挥民众，拜日唔通行伤近。讲起来，地方的企业拢真尽责任，配合政府带动病情摊开的政策。员工甲所有的设备一项一项消毒。嘉义市文化路附近知名的沙锅鱼头餐厅，伫清明连续假期结束了后，停业休困5天，同时嘛甲内外环境来进行消毒。估计下来可能会损失将近100万，但是为了这个医护，为了我们的第一线的防疫我希望我们也能减少人群的这个聚众，所以我们先做了第一步的这个措施。店休当然这5天会中正路会冷清很多。可是这个必要的，因为5天大家要忍耐一下，先这样先让那个一切秩序先重整一下，然后他们只要一开店，还是人潮会回来啊，所以也不用担心这样。除了沙锅鱼头休困以外，嘉义知名的卵羹业者过去嘛是常常出现民众排队的情况，为了避免状况再发生，成为防疫的破口，业者取消民众小济买的热门产品，同时嘛安排员工维持排队的秩序。从4月6号起，我们是暂停贩售家庭号蛋卷，但是基本上一些该有的限量饼干我们还是有提供。那在能够维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正常的贩售，那不要造成失控的状况。为了要防止连续假期带来疫情的发生，地方的民店拢负起企业的责任，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我们也为防疫尽心力，嘛希望疫情会早日结束。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再来讲旅行业的大间公司向西旅游对今日开始，各部门拢保持一半的员工入去办公室上班尔。另外有一半人踮厝内同直。
公司这边嘛强调讲，伫厝内办公，毋是休无薪假，袂去损害到员工的权利。这款破则双平上班的制度，可能一直维持甲病情较平静迄当阵。员工要上班出入大楼时阵，手先用酒精消毒、量体温、强制挂水安。车要出入时阵也比较办理，严格管控。入去公司了，还有一道关卡，坐电梯有专人控管，需要按照涂骹所画的格来徛。一部电梯上最只能载9个人。这是上述旅游集团办公大楼出入的 SOP。那是呢是公司还佫规定。只要清明4天连假，北去过国内11个热门景点的，就必须在居家上班。大家其实不知道说带我们去玩，那大家来上班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担心。我们内部秘密的机制、统计的方式，让有一些去过这些景点的同事或小莫的同事，大家可以就在家上班。我觉得这个想法，公司真是蛮贴心的。去公司上班的员工，为了要维持社交距离时，采做分流上班，分做3个时段，早起9点、9点半加10点。出入爱先分流，要若是实施居家上班的人数，是甲各部门维持一半人力，其他伫咧出来上班。由主管来判断，过去的4天的连休期间，曾经有到高风险区域的一个群聚场所，尤其是室内的场所，要求他们居家上班，强制居家上班所以这样人大约有800个。上述旅游讲，居家上班员工的权益未受影响，并不是无薪假。而且这种模式唔乃14天，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甚至无排除一直到疫情较缓和为止。强调目前的业绩只敢剩3成，主要是以国内旅游业务为主。在咧防疫优先原则下，又会让勉强维持公司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也已经有建议观光夜市这款场所要要求人客嘴烟就要挂，才会当入去行搭。台北市嘛按算讲，各夜市的管制固定的出入口，佮安排人灌酒精，甲民众到处手盘消毒。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是讲，伊早就要求担头家嘴烟就要挂，酒精就要传。不过，若是要强制实施者，中央政府就要用法令落去规定，才有性变。透过游戏，病毒组甲防疫组的九强级投球比赛，和新校园的防疫活动变甲真活泼。为着防疫，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身去校园推出新礼貌活动，希望学生囡仔伫学校内底会当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防疫150，有爱零距离，就是让同学们知道，防疫在室内要保持1公尺50米的这样的1公尺1米50的距离。为了加强防疫，卫福部建议观光夜市啊等等的地点，踏入强制挂嘴烟的范围。北市嘛计划夜市啊用高级的入口，请志工协助喷酒精。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1个月前就已经提早部署，呼吁带头爱自主挂嘴烟。若是要强制执行，呼吁中央公告法令才有法官的依据。有一些强制性，那一定是要中央法令。但是现阶段，我觉得我们先强力的劝导，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夜市也好，商圈也好，大卖场也好，我想希望大家能够遵守。针对中央发展行管纾困，侯友宜呼吁应该检讨上适合发消费券的时机，而且延长贷款利息补贴。防疫自然先优先，后面的作为可以稍缓。当防疫稳定下来以后，才有一些必要性的，可能会带动到我们比较疑虑的地方。要把它减到最小的风险。侯友宜嘛强调，振兴券会当结合旅游，可能会变成防疫的空帮。希望政府伫咧推销的方面，唔通影响防疫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世界卫生日，咱看世界各国确实有真侪医疗人员面对疾病的病症，是连喙烟都欠。但就立委出面鼓舞民众，咱若喙烟较欠用呢，无定会当关乎别国第一线的医生、护理师。立委嘛咧提议讲，初期用网络徛名买喙烟的系统，会当互人家己邀讲看要关乎倒一国，全国的民众就拢通来关喙烟做外交。目前国际疫情愈来愈严重，后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防护装备是真欠缺，有的国家甚至医疗体系强要卖砍折。台湾喙烟一天的产量超过1300万片，有立委呼吁民众爱发挥人道精神，甲2礼拜交的喙烟的配额欠咧用，只要1/5的民众甲一半的配额省落来，2礼拜就会当省1000万的喙烟，关乎国际医护人员。
这是最后防线。如果医护倒下了，就没有人救病人。很多人可能问我们说，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停？我们都说，只有全世界都停了，这个疫情才叫停。世界的医护人员都在谈到他们的装备不足，甚至护理人员需要走上街头来抗议，说政府给他们上战场却没有足够的一个武器跟装备，让大家感受到 Taiwan is helping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顶礼拜总统蔡英文宣布要捐1000万的喙罨予欧美海外国家了后，真侪民间来响应，伫咧网络发起捐喙罨的运动，建议行政院的政委唐凤伫咧喙罨徛名册系统新增加捐喙罨的选项，透过外交系统来捐，甚至希望会当开放予民众选择要捐的国家。我没有领，放在国家那里，国家要把它拿去做国际医疗援助，我同意，而且我乐意，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选项。我们可以选填国家蓝别。4月7日嘛是世界卫生日，立委希望会当透过捐国际喙罨的行动，帮助其他的国家甲全球的医疗体系守好条。医界联盟嘛强调，只有全世界的疫情停落来，疫情才会真正结束。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武汉肺炎拖到全世界致病人数已经将近130万人。但嘛有愈来愈侪企业甲学校拢换采用远距离，经过网络办公上课，这也造成一款用镜头互相连线、视讯的软体 Zoom 时间大风动。不过，当时有消息曝光 ，Zoom 会甲客户的资料传过去中国。但嘛有袂少企业和政府机关拢下令禁止使用这款视讯的软体咯。伫疫情严重时阵，不管是邀请人伫线顶斗阵唱歌，也是远距办公、远距教学，或者是学者专家进行访问，最近拢用视讯软体 Zoom 来进行。某间公司变甲真有名，估计伫3月底佮北起到上悬。啊，毋过 Zoom 最近传出将客户的个人资料传去中国，也是软体去互人入侵等重大治安问题。创办人中国籍环境采购受访的时回释咧，嘛宣布这软体暂停功能更新90天，解决运输甲安全问题。啊，毋过即间伫华尔街上市上柜，市面价值超过350美金的公司，估计伫7月也是跌1/3。My name is Eric Yuan. I'm the founder and CEO of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 started the company in 2011. Zoom 是为中国来的完整2021年伫美国所创立的科技公司，一开始是提供商务人员伫外口工作软体。原本市占率到20%，啊，毋过因为即摆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有大规模的停班停课，矛盾变做远距办公、远距办公、远距教学的新选择。原本去年16月份用户差不多到1000万，啊，毋过到3月份已经有2亿用户，啊，毋过嘛真紧变做骇客攻击目标，尤其是苹果产品用户。这公司卖甲会议内容分享到第三方，真侪严重的治安问题，加上完整中国背景，拢引发外界疑虑。目前包括美国航太总署、NASA 甲 SpaceX 公司、甲电动车特斯拉等，拢宣布机械员工禁用Zoom。疫情严重扭曲，教育局嘛向各级学校要求，赶紧停止使用Zoom来进行远距会议甲教学。按照Zoom公司嘛叫随时性大降级，面对视讯会议软体使用需求增加。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提醒企业，伫使用视讯会议软体时，尽量选择有治安防护机制平台业者。使用的时，嘛上好有密码，莫伫防疫期间变做另外一种方式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但嘛有立法委员出面提醒讲，政府机关就要赶紧下令禁止Zoom这款软体。今日行政院就行文予各部会，要求唔通去用到迄款有资讯安全的跨路的视讯软体。国望讲政人就要优先考虑国产的牌子。啊，中华电信公司嘛宣布讲，Zoom这款产品因暂时无要搁经销咯。视讯会议软体Zoom伫疫情期间线顶的用户加真侪，不少学校甲企业拢有使用，但是煞逼出有治安的疑虑，用户可能会互恶意的第三方接触收集资料，佮较有可能互传送去中国的伺服器。不少立法委员就呼吁讲，公部门爱禁用。代表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危险的。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许多的欧美国家，像美国已经宣布在教育的部分也已经停止使用了，所以我在呼吁教育部应该也能够跟随我们政府的一个决定。
进前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头一遍采用是新参访，结果互发现使用的是 Zoom。司法院已经答应要随换软体。外交部进前甲美国举办的虚拟会议，嘛表示毋是用 Zoom， 远期办公嘛无使用，资安符合标准需求。行政院切实发文，互各机关部会，特别提醒莫使用有资安疑虑的实行软体，必须要以国内实行软体为原则。我们会要求治安管理法的纳管范围的，包括公务机关跟特定非公务机关，那不应该使用具有治安疑虑的产品，例如说像 Zoom 之类的。教育部嘛表示，远期教学会提供更较侪无共款的软体做参考，未来更较注意治安。不过，中华电信已经宣布，因为治安疑虑，停卖 Zoom 的产品。总统府车辆头一遍举行线顶接见，嘛特别指出，不是使用 Zoom， 是学生啊定咧用的软体。Was a professor for some time,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this sort of setting for. Presumably, this is not teaching, but it's sort of an exchange. 蔡总统透过视讯，甲国际从事缅甸话大学的毕业生分享台湾面对武汉肺炎挑战的经验，展现台湾政府伫咧面对疫情的时阵所做的打拼。虽然嘛有讲到承受外部孤立台湾的压力，但是嘛无阻挡咱台湾向外展现人道关怀。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2018年一个社前的教练陈碧谦，伫咧台北市林森北路的华山草埔内底，草打一个姓高的小家人啊，刷落去出手共吹死，佮分尸。法院一审是以故意杀人罪，甲陈碧谦判决死刑。不过早起2审的结果发表，宣判改判伊无期徒。被害者的家属听到这款结果，也讲全然无法度接受。上一教练陈碧谦涉嫌犯初三的分尸命案，向指控伫2018年对姓高的女学员性侵，甚至将人电死了后，将尸体分解，炸去山顶弹。一审陈碧谦向伊超过以杀人等罪判死刑。不过专案上诉了后，初72审则是改以强制性交超过以杀害被害人等罪，判伊无期徒刑，替代公权1世人。被告此部分所为符合自首减轻其刑要件。依刑法第62条前段规定，减刑后2处无期徒刑，并依法宣告褫夺公权。另就窃盗部分2处有期徒刑8个月，就遗弃尸体部分2处有期徒刑4年2月。以上3罪依法定其应执行刑为无期徒刑，并宣告褫夺公权终身。陈碧谦对1审到2审拢讲家己毋是凶手，甲责任杀害另外一个男子，不过无得到合议庭采信，不过因为下自首条件无向判死刑，对判决结果到法庭听判决被害者家属无法度接受。这种恶徒一定要让他以示永减割责，一定要判他极刑，这样才有对社会才有公理正义可言。控告台北市政府，如果没有台北市政府这个帮凶的话，这个案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2审结果大反转，被害者的老爸心情震荡，批评陈碧谦杀人真恐怖，甲场地走出去所无管的台北市政府，佫是杀害查某囝的凶手之一。嘛表示，市府若是继续推卸责任，无排除会提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公园，咱来看桃园，因为清明这边休困，疫情指挥中心紧急发出11个风景地区的警戒。但桃园市政府嘛运用科技，伫咧市内8个闹热的游览所在，包含虎头山、大溪街啊，佮石门水库遮，拢装设监视器。休困日民众若要出门，就通先参考，了解现场的人阵济少。若是已经客，就听好另外安排，再作打算。拍开桃园的观光导览野营专区，虽然看到各大热门景点的影像，桃园市头一个伫8个热门景点设置监视系统，民众随时会当上网络看人有偌济，麦当当做出去佚佗的参考。多的地方不要去，就人很多的地方不要去就对了。所以你们会先看一下监控的。对，这个地方就是很安全的，而且很开放式的。先看影像，然后你再决定。是不是这个？对，你觉得这样好吗？是还不错，像虎头山这边人都不会很多，我们都每天都来这边爬山。管理局用科技防疫降低同一时段人伤济，都伫虎头山、大溪老街、石门水库、甲板山、拉拉山、小湖内顶8个景点建置高解析监视器以外，嘛甲中华电信合作，大数据分析各景点游客热门时段。跟中华电信来合作，我们有一个大数据把每一个景点的这个人潮的这个聚集的状况根据每一个小时时段大家也可以避开那个时段点
关鲁阁表示，会伫5月7日连续假期之前，建立好警示灯，6成以下青灯，6到8成黄灯，8成以上红灯。灯号显示红灯，无建议去，必要的时，针对人较侪所在进行劝导。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看完，咱来看台中。台中市政府早前就开始约束市民，若要去市府大楼内底直接公司，就要徛名、写单登记。今日是搁进一步，是使用身份证扫 QR code， 互电脑系统会认得人，就会当直接入去，唔免搁排列单登记。另外，市府的员工嘛是按今日开始，上下班较为顿卡路，宽限的时间愈放量，则被规定拢积极咧共一项，共一个时站出入，造成病情烧化的问题。民众透早去台中市府办代志。伫咧防疫期间，拢用实名制才会当入去，为着要互民众免等遐久，而且减少市府员工输入民众个人资料的错误记录。台中市政府为初7开始推出民众实名的 QR code， 会当搁较紧入去市府办代志。有民众感觉安尼是真利便，就不用在那边书写打一打就可以了。为了方便我们民众能够快速通关，只要输入一次的一个记录就可以进来了，不用在那边写，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 app 台中市政府表示，民众只要把防疫追踪实名登记的 app 下落来，完成简单注册的程序，就会当摕到家己的 QR code， 嘛会当摕身份证的条码，互市府的员工扫描。不过可能因为是头一天实施，民众对流程还阁无熟，所以嘛有人认为用手写的来登记还阁较紧。那不如直接写资料比较快吧？没有很便利，因为我就是来洽公而已，就少了太多东西了，可不可以简便一点？针对民众的意见，台中市府会阁加强宣导。同款是初7开始，台中市政府嘛用上下班分配这种有春秋的制度，为早起7点半到9点半，让员工家己选择出勤的时间，而且按规定有上班满8点钟就会盈利。安尼会当避免上下班人客人，嘛袂同一个时间，大家相齐要搭台中运输工具，会当减少群聚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教育部要到的时发出公示，互每一间主办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的考试的学校，要求拢要照起工实施，甲考试的学生防体温，搁保持社交距离的约束。嘛，要求遐个考生喙炎要传互教，从头至尾嘛，照起工挂好条。外口的人袂使入来，学生甲教职员爱看证件才会当入来。大3月30开始管制，4月中特别展开个人申请第2阶段甄试。考生爱先去网络申请证件，到时阵磅体温了后，专程炸喙安考试。从校门口进来的时候，只会检查他是不是有通行证，那不会检查口罩。那但是到了学系的考场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不能进去的。那如果说他是在外面，那没有带，我们也没有办法限制。但是考生我们是一定要求考生一定要带。教育部要我中昼的时阵发文给大学，第2阶段甄试防疫处理完结。第4点直接讲，学校会当要求考生家己准备嘛专程炸喙安。批考的人由学校家己去订定人数甲规范。台大甲清大拢表示以一个人为限制。清大更加要求考生爱写清楚，清明连假敢有去迄11个列明的景点。进入馆舍的家长呢，是以1名为原则。询问旅游史的过程当中，也会问学生是否有去过这些地方。如果有去过这些地方的话呢，我们就会安排他在备园市场进行这个笔试或者是面试。若是考生去过热门的景点，就去备用的市场考试。清大指出，主要的甄试是集中伫咧18甲19这2天，就有2-3千位各地来的考生。采取必要的办法，无希望防疫有人芳。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看这阵伫花莲受访者，又搁有上百架栋的番麦园，去互旧年就已经咧算长的秋兴菌虫，热甲用要空去。农民看到是忧头革面，也唔甘也唔愿。加入花莲寿丰乡的番麦园林，差不多逐丛番麦拢有虫蛀过，甲新变开都会发现肥嘟嘟的秋兴菌虫。农民照旧年的防疫规定，虽通报防疫所甲改良场，不过煞一直拢等无人来处理。以往我们是通报到改良场跟防疫所，那他们会马上派员过来。那今年可能是忙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没有过来。
那我们有电话通知他是跟我们讲说，今年无啊，无补助。花莲动植物防疫所是表示，去年秋兴菌虫拄开始侵入台湾的时阵，防疫政策分做第一阶段甲除掉，甲第二阶段全药啊，嘛请农民加强巡视农作物，而且主动通报才会当控制。目前我们防疫政策还是在第2阶段，然后农民就通报我们防疫所，然后我们会派员去现场看，然后另外会补助第1次的喷药工资，然后还有药剂。遐若秋兴菌虫是安怎佫出现？花莲农改场研究发现，秋兴菌虫会对季节气流来到台湾，甚至已经落地化，真做常常看到的害虫。所以目前农委会正在研究第3阶段的防治政策。未来防检局会规划把它当一般的害虫来管理，这个叫做第3阶段。但是进第3阶段的时间点，会里面还没有拍板，所以目前为止现在是第2阶段。农改场强调，县长的农民伫咧3月24通报的时阵，因为无讲地点，所以才互防疫人员无法度知影正确的所在。不过农民烦恼讲，宜兰花莲台东拢总有800多公顷的番麦园，若无随控制，恐惊会造成更较大的农业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桃园市关塘工业港的工程，互在地团体含研究海洋科学学者发觉讲，因为风影过头尾，施工的船只趴定伫咧岸边，搁去撸着海草礁，真有可能这海草要搁发出来是真危难。但证人嘛要求要赶紧停工。不过负责工程的中油公司是强调讲，施工的船只是考漏的时阵拖登去海坡顶的，在因咧看无影讲有去破坏着海草礁。画面当中，风险明显真大。原本应该伫海中作业的工作船，嘛停靠伫沙坡顶头。这是关塘工业港的预定地，原本咧进行栈桥工程，但国际海洋学者陈昭伦接到通报讲，工作船靠搭，伊到现场发现，原本应该有红色表面的藻礁，却出现表面红挂一层，大体走出来，怀疑是互工作船破坏。把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壳状珊瑚藻要把它刮除以后，它要再形成胶体的这个速度是根本就来不及它破坏的速度。它一旦被破坏了以后，它表面结构受到损伤了以后，那壳状珊瑚再长回去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少。陈昭伦烦恼，附近的保育类柴山多杯孔珊瑚是毋是互破坏造成死亡？该等到海水退了后才会当调查。抢救大潭藻礁行动联盟指出，中油坚持无发现栈桥下骹有珊瑚，一定爱施工，但因认为破坏已经真明显，要求马上停工。全面停工。第二个，马上调查。我们希望异地建站这个问题呢，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双赢的结果。对此，负责施工的中油液化天然气工程处表示，确实有一只工作船因为海上伤歹，造成4条缆线断3条，但强调并不是靠搭，嘛伫海水涨的时阵，这个工作船拖到沙坡顶头，强调并无硬拖，嘛无伤害到藻礁，但一切犹原要等待海水退了后，才会当进一步检查。记者林志文、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看南北二路国地头的消息。当年按旧历2月2日起，客家洪家玲的比赛就会开始车拼，就经过个月才会分出冠军。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打直接用血的，互粉鸟派家玲对空中起飞的比赛。尤其愈到尾站愈竞争，粉鸟新派家玲愈来愈大咖，拼输赢就要尽一个。鸟友甲粉鸟一只一只掠出来，细日甲红的甲玲甲起哩直接放飞。这个深色的画面是台南客家区洪家町汀州2个庄头的洪卡玲比赛，这已经有100多年的传统。当年农历2月2日举办，今年由汀州这边先放飞，隔天刚才搁往洪家町放飞，一来一往算是一回合，拢总爱比个月才分输赢。今年咧排人有较侪。有较侪，阮洪家町有较侪啊。拢总爱排几粒？100粒。这款甲玲有家厝啊，直接用单的空中起飞的比赛方式。目前敢若伫洪家町甲玲会、甲西汀州的甲玲会对抗赛才看得到。每一回合的比赛，甲玲爱哪排哪大，上大会当排甲1球4分，正甲上尾才分输赢。所以比赛愈到后期愈精彩。即摆抽细粒仔开，真大粒去。哦，愈来愈大粒。对哦，对哦，一工拢进2分啊。对哦，两抓进2分啊！他那轮输赢，啊，就挂到尾啊，就输赢，挂到尾大粒，红较挂袂行啊，挂袂行，就输赢啊。
一年一度的地方大代志，今年安家店培养100多只粉鸟来参加比赛，参加的鸟友人数嘛有增加。安家店协会会长李坤明表示，这场比赛主要唔是要论输赢，重点是当年要联络庄头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过年休困迄站期间，彰化县的嘉福中心遭40多位风景地区排弹义卖花灯。啊，不过因为病情咧团影响，无着的款项煞比逐永年加真少。花坛乡91岁老阿伯张万二先生听到消息了，相当唔甘，主动捐出家己辛苦欠起来10万块，望通帮助较弱势学生囡仔。水当当的花灯，顶头还有囡仔兄囡仔姐上喜意的佩佩猪甲 Hello Kitty。彰化嘉福中心逐年拢会去人潮真侪的所在卖花灯。今年志刚伫咧过年时啊，去彰化甲台中真侪所在替嘉福基金会囡仔募款。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伫咧夜市啊甲大卖场拢无啥人，募款的成果并无好。今年的这个据点人潮差不多少了一半。那正在筹引产物的当中的时候，然后又发生了我们的捐款箱，整个捐款箱又被偷走。因为对家庭困苦的囡仔放袂落心，惊因伫咧生活也有读册会拄着困难。今年91岁住伫咧彰化花坛乡的张万二阿公，因为伊平常时熟悉真侪志工也有社工，所以了解因募款的辛苦，伊就甲家己欠真侪年的西客，计将10万块捐出来。较早去互帮忙就对了吼，我就要想讲，一需要帮忙人，算讲咱的心意就对了。协助阿公甲这一大笔的钱捐予嘉福中心的花坛乡派出所所长，也因为阿公的这个好意去互伊感动着，伊也代表警方捐2000块，甲资本伫咧捐支箱去互人款走的钱补倒转来，帮助弱势的家庭。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彰化新港者一个詹丰明先生，因为临急就要接手老爸一手经营起来蛤蟆大盘的生意，伊来甲小弟小分配，无嫌工课济。二来也落难，甲生意做对下港去，佮甲牵手带入来公司斗顺头看买。规家人是因为蛤蟆感情嘛愈来愈好。甲裤仔底的蛤蟆掠起来，缀做一人，刷落去，甲规人的蛤蟆拢吊起伫岸顶。用机器甲洗好清气，准备包装出货。这是彰化新港的大盘詹丰明，对老爸手头接落来，逐日拢得烦恼的膝头。他会觉得说做了那么久，如果放弃掉，他会觉得很可惜。詹丰明讲，当初是因为发生意外，唔甘老爸拍拼多年的心血乌有去，不得已只好提早接手处理的事业。伊的小弟詹水源就负责饲蛤蟆，唔过最近因却拄到一个问题，因为即马天气。无讲介好，伤热，蛤蟆即摆拢足敖死的。这几年因为才发生蛤蟆雄死去的情形，詹丰明为着稳定会员，转落南到王景分林遐收蛤蟆，所以拢是天要袂光，就爱到窟仔确认收回品质，而且伊要搁和餐厅、菜市仔的贩仔合作，针对人客的要求，做客制化的处理。帮客人分装大小啦，可能要包装啊，而且。再进一步，可能你要去帮客人吐沙，还要负责配送。詹丰明拍拼拓展会员，改变顶一下的出货模式，唔但和小弟分工合作，阁有家后到顺头看买，规家伙仔同齐做蛤蟆的生意。因为这嘛是老爸留予因上界珍贵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8度到22度。中部21度到26度，南部23度到29度，东部19度到25度，金马平湖15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本人，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